一對內地夫婦2009年嚟香港生仔，之後嘅男嬰腦癱同埋四肢殘障，醫委會今日重啟聆訊。聆訊喺醫委會秘書處舉行，涉事兒科醫生薛守志出席，投訴人黎先生同埋太太到場旁聽。我哋都好期望啊！呢次聆訊咧，可能有啲新嘅即係突破咯，即係俾翻個公道意見咯。因為呢件案都拖咗好耐啊，反反覆覆咁樣啊。事發喺2009年，黎太由內地嚟到香港生仔，喺浸會醫院分娩期間發高燒，後來確認感染乙型鏈球菌。個仔出世之後，亦都曾經發高燒同埋抽筋，送入伊利沙伯醫院搶救，最終腦癱同埋四肢殘障。佢哋2010年向醫委會投訴，質疑醫生薛守志疏忽。2016年7月第一次開庭，薛守志申請押後獲批，延至舊年10月舉行聆訊。薛守志申請永久擱置聆訊，並且獲得接納。醫委會聆訊小組1個月之後主動覆核有關嘅決定，宣布撤回永久擱置聆訊嘅決定，安排今日同埋星期日舉行聆訊。先由時任浸會醫院護士作供，接受控方律師盤問，質疑佢喺事發當日病人出現異常症狀之後，點解冇用電話通知薛守志？護士回應嘅時候話，當時認為 BB 哭鬧屬於續奶嘅情況，其後見到病人好轉，直至情況穩定之後已經通知醫生，但係當年嘅觀察圖表同埋相關筆記已經遺失。其後辯方律師盤問，護士提到已經唔記得咗第一份口供嘅準備時間，重新寫完供詞之後就交俾直屬上司，又承認口供裡面部分內容未有記錄喺病歷，係事後憑記憶補充，因為當時嘅記憶最清晰。無線電視記者吳子喬報道。